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讲题是生命条件塑造成长。这是照着咱标杆人生第三个人生的目的的阶段，就是成长的人生内面的主题做一个综合的说明，甲来整理。望帮助咱兄弟真有这个安尼简要来了解咱伫这课程中间所应该学习到的。咱伫14号4月14，咱的这个中秋节这个时阵，咱有分享到第一个主题，咱这个成长人生的第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伊所讲的确实伫咱一个基督徒正面一个成长人生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达到迄个水的这个基督徒的标准。会记得咱迄个时阵咱有分几项基督徒安怎诚做亲像耶稣基督。头一个目标讲，咱爱长大成人，望咱让身体臃肿起来。毋是像囡仔咧食奶安尼来定，所以咱讲第一个目标就是咱学习亲像基督，要耶稣基督的款式，咱有结圣性的果子。第二，咱都爱学习真理，伊是正面的就对啦学耶稣，过来爱学圣经的道理，所以咱参加各种读经的这个操练，是查经，是抄圣经、背圣经，照圣经的话来行。第三就是讲，咱来改变咱的心智，咱对一般的价值观念来改做是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所以咱讲第三个这个就是咱的改换心智，然后咱先褪去旧的，穿了新的，有真理、有仁义、甲圣洁，搁强是讲，咱基督徒，咱正面积极要学习。但是咱爱有迄个封闭的心，就是啥物？封闭魔鬼的这个搅扰，封闭魔鬼的这个试探，咱来穿全副的剑甲，全副的军装，这是咱14号迄天，咱伫这个课程，咱这个标杆人生第22到28，会讲28课，也是讲28日，这段的内容的中间头一阶段。是咱一个正面在学习、在追求、在超越、在成长。当今仔日呢，咱线接的这个主题是啥物呢？咱的生命会拄到挑战。挑战什么意思呢？挑战就是拄到苦难，咱会拄到真多的引诱，拄到真多的试探。这也是咱成长上帝所摆予咱的功课的一种。咱正面都认真学，有几分，咱有尽力是讲牧师，咱甲主讲主我都学到遮，你会当达到几个阶段？这照咱家己的心智，对圣神受到感动，有的人日日在进步。所以咱定下咧讲，有咱教会有真侪会友伊初信足热心，认真参加研习、参加查经、参加小组，哇！伊的进步2-3档，拢无相像伊咧祈祷足线接足顺关怀人嘛足有快乐，因为伊有认真咧追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咱一个基督徒会拄着苦难，会拄着征战，这就无搁再是讲你学偌济，是你爱面对，你要用什么来赢过？这是咱成长人生第2阶段上重要的部分，上重要的部分。咱拄则有通2段的经节但是我要先做点提起因为咱这个现代台语的内底咱对26罗马书8章26到28节，我有先甲头前迄两节刻伫遮做一个头绪就对啦今仔这段毋是咱的主题，但是要互咱知影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咧替咱祈祷，这是咱真实的一段经文26节讲圣神嘛有在甲咱扶持
因为咱唔知道安怎祈祷，毋过圣神家己用话也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祷，表示主爱咱学习真理，追求真道，来追求成长。也常时伫咱咧成长的过程中间，圣神一直伫你的身躯边，在替你祈祷。只是你家己有领受着无，你有感受着无？所以讲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照上帝旨意替信徒祈求。好，这听起来改成都真正面的吼。上帝特别有圣神了解咱的心智。上帝了解圣神的意思，一直咧甲咱祈求，表示讲，咱毋是一个孤儿啦，咱毋是一个互人放一边是圣神随时咧保护咱。毋过煞节28节28节的经节就来伊讲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会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大圣是先甲你印证圣神的同在，然后伊有一个放即个重要的经节，是咱足爱读的28节，讲万事豆豆来，咱台语以前的圣经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那即个什么意思？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话，真清楚甲咱提醒讲，咱唔通家己伤骄傲讲我足徛在，我拢袂倒，我上勇的，别人倒我一定袂倒。必定嘛是一种学生的中间讲若有人唔认主我绝对袂安尼。当你若是骄傲的时阵，讲你就跋倒这是咱拄着考验难免会拄着的，所以讲拄着考验拢是人会拄着的。上帝信心，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意思是。人会拄着考验、试探、苦难，这是上帝伊伫即个世间咱袂当避免着的事。也毋过，上帝佫加一句话讲，伊袂互你担当袂起啦。这才是今仔日咱大家做伙学习学习讲要安怎面对。因为头前咱是咧学咱咧学习就像一个学生咧读册，就认真读、认真。哇！有时考试考无好呢，有时明仔载要参加考试则感冒困袂去精神灰考袂好势呢，拢会有拄着一个困难输甲赢都差离对无？迄就像一个运动员我平常时练甲足好诶，我甲即个对手大概两个人差不多实力差无偌济啦，敢若现场诶表现。有人是会紧张，有人是安尼拄早暗困袂好，有人是拄食物件食无好势，哇！拍咧到都差一点输去安尼。所以基督徒正面咧学习，你也阁提防遐个负面的挑战、负面的诱惑，就是这段咱所要学习的。因为上帝讲，伊伫咱拄着考验的时，会甲咱开一条路，互咱会坎入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会当通过这个，搁做一个简要的学习。伫这标杆人生，咱第3阶段就是受造是为着要亲像基督，是一个成长的人生。那安尼，你有读到这本标杆人生，你就知影讲，咱有第3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一个敬拜的人生，咱呢做伙用咱的生命、咱的人生，伫咱的生活中间，就是咧敬拜。第2，咱是讲，咱要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有一个团契，有一个基督徒的组织，咱伫个所在生活，伫所在学习，安怎关怀，安怎接受侪人的指导。迄第2叫做团契的人生。咱要学习成长，这叫做成长的人生。就亲像咱咧走这个类安尼，已经到第2类你成长有咧成长无安尼？咱要进入这个主题，苦难，互咱改变。这是上帝无甲咱耍开你毋通甲上帝祈祷上帝我一生拢无灾无难，这毋是上帝原来的意思。人伫这地面上是这个有罪
这个世界，咱拄到的苦难是咱袂当避免的。但是你安怎面对苦难，才是基督徒正讲真功夫就对啦。你学习遐多，啊，你要上战场，战会赢袂？你要读册读遐多，啊，日啊读，明啊读，考试考会出来袂？就是咱的关键。所以兄弟姊妹，咱你知影17世纪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吼，伊是灵性的这个伟人，叫做盖恩夫人吼。这盖恩夫人伊，你若看伊的资料，知影讲伊一生吼，都命运足坎坷就对啦。伊原来是天主教徒。啊，伊的生活、伊的婚姻，啊，佮伊的家族啊，拢对伊无好。啊，照讲是伊安尼会使讲怨叹一世人的意思就对啦，总是伊无哦。伊伫苦难中度过，但是伊伫苦难中通过伊的信仰，伊操练迄个绝对顺服。意思是讲，哎呀，我拄着歹大家大官，伊的翁婿也对伊无好，后来伊的家族也对伊无好。安怎呢？迄阵伊有一寡迄个信仰的表达，天主教的主教嘛对伊无谅解，讲即个吼，讲个啊足偏差的，家掠去关呢。啊，伊伫家到内底，伊有原是顺服，伊无讲一句怨叹的话，啊抗议的话，因为伊伫苦难中，伊学习安怎绝对顺服上帝。伊知影讲，若无上帝允准，我袂拄着遮个事。啊，我也无对人歹，谁人别人要对我歹？伊就是安尼顺服，破碎家己的生命，伊达到无家己的，看无家己的这个属灵的境界，所以人家后来人家啊，讲作伊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吼。啊，所以伊也无怨天尤人呢，伊感觉讲啊，这是上帝要予伊的一个雕刻甲修理。意思讲吼，我这个心性，我这个生命，上帝竟然有遐尼大，对我看有起就对了。我承担着遮尼多的苦难，啊，不过我有愿要顺服。啊，所以甲伊讲过一句话，伊讲神圣的光辉，伊是讲有上帝的光照出来，讲这是对苦楚的火焰中提炼出来。哇，这实在是无简单。咱大家若无爱讲拄着苦，小可点仔艰苦，拄点仔挫折，啊，小可拄着点仔艰难，咱就安尼哦，哀声叹气啊。啊，伊讲这上帝要互我的，伊无倒撇。啊，所以伊出名有写翻作中文的册吼，有一本叫做《馨香的没药》。啊，佮有一本盖恩夫人的信吼，咱有闲兼差会当伫遐伫参考。啊，他伊讲遮个话，表示讲，伫即个属灵伟人，伊是对苦难中去熬炼出来吼。啊，兄弟姊妹，请会记你基督徒有即款的境遇哦。上帝用环境来起造、来塑造咱的品格。伊讲吼。有时呢，上帝互咱放伫即个环境，可能你放伫职场的中间，放伫即个家庭的中间，放伫台湾即个社会中间，因为这是咱逐日拢会经历到的。有时比你咧读圣经，搁较侪就对啦。意思讲搁较侪，比咧读圣经较侪，上帝用环境来塑造咱的信仰。意思是，咱逐个人拢白白读一本圣经啊。但是你经历到的人生的体验无共款，你拄到的境遇是无共款。上帝甲你放伫即个境遇，甚至有人拄到病痛，有人拄到失去亲人，有人拄到人生真大的挫折。啊，这个物件，你共读一本圣经，但是你对上帝所拄到的即个操练是无共款的。上帝用困难就对啦，用艰难，互你较亲近你。当然有人因为艰难怎离开上帝，安尼就失去上帝要造就伊的机会就对啦。圣经讲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伤心的有苦的，上帝特别亲近你。所以，请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有一款的概念，就是发生伫你身上的每一件代志。拢有真重要属灵的意义。你若是有属灵的敏锐感，你拄着顺境，你拄着逆境，你若有圣神的同在，你会知影讲，这个代志对你什么款的意义？有时咱讲祸福相依，有时祸无一定是歹，福嘛无一定是真正是稳当的，常常拢是互相相连带。若有属灵的看眼光看去，你就知影讲身上所发生的每件事，若有上帝旨意，你就袂遐尼惊吓，你就袂怨叹，你就袂伫遐焦急。
所以，若是要讲一个基督徒，伊上大的境界，也是讲伊即个人生的境界，咱外面所发生的事，比你内心的理解内心更加重要。刚刚偏偏拄到一件代志，外面看偌侪风波摇动，你的心安怎界定，才是关键。就像有今仔日天气寒也热，风台也是平静，迄大家人拢拄着同款的。也毋过你的心若有理解，别人会感觉讲足野仙、足烦恼，毋过你感觉讲这是理所当然。顶礼拜咱拄仔是过偌济吼，无拍算早起，落大雨，我伫拜二去开总会时，拄着一个咱的同工吼，伫即个新河教会牧师，伊讲我哩讲吼，专工透早吼来举办一个即叫做朝阳礼拜。朝阳礼拜就是咱过偌济吼，有真侪教会也是一个团体呢，因为经日头还袂出，也是讲拄仔出的时阵。就是咧经历着耶稣过我迄个妇女去到透早去望园吼，咧看耶稣过我所以大家人用迄个阵叫做朝阳礼拜安尼啦。哇，拜甲好势个，讲无拍算落大雨，哇，大家甲淡糊糊安尼，佫刷转来教会礼拜。伊讲吼，毋过吼，拄着大雨，煞颠倒互大家警醒，你敢知？虽然吼好像搞砸了，无使安排遐好势，淡糊糊，毋过大家人的心煞颠倒得到真大的体验。所以看你安怎，你是当然你嘛祈祷上帝最好是拢好天甲，互我出这好势。毋过有时人的心境吼，比外口的风应更重要。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清楚明白，伫受苦中。咱就会晓学习上界诚实、真实的祈祷。你著拄着困难，无其他的办法啦，你著后叫主啊救的啊。平时咱安静，心思真稳定的时，你会想到一大堆足水的话事来祈祷上帝。但是啊，你拄着问题啊，你着困难啊，你还佫有用人想遐吗？讲主啊救的，我都拄着啊，我都啊，你著是上真实的祈祷啦，毋是一个。言辞也是讲足水的语言所状态所以苦难互咱接近上帝。咱虽然无爱苦难，但是你也有这个态度。苦难并毋是上帝放你伫一边啦。所以咱伫罗马书8章26到28节中间的第28节，这句话咱来做点学习。伊讲，咱知影上帝和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就是按照家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得到利益。这句话，互咱有一个真深刻的认识。上帝用这个办法，互咱更较接近伊。咱对这经节第一个讲，上帝互什么？这是万事万物后面有一位伟大设计者。上帝互表示讲，这是上帝的列理的内底。上帝无随便乌白做啦，伊有设计，伊有计划，伊有安排。所以，当你了解讲上帝互这项事的时阵，万事效力是上帝的旨意，然后万事什么，就是上帝对你的生命计划，包括你生命中的一切。过来，互相效力，毋是个别独立运作，拢有连带，拢有关联的。而且得利益，就是人生并毋是万事拢是好的啦，毋是万事拢好的。但上帝伊上高的事是啥物？会当对败坏的世界中来带出水。意思是，你当拄着困难苦难时，先莫伫遐怨叹上帝。你要先问讲上帝啊，你败我伫遮是啥物意思啊？你要互我带出啥物款的果子无？你要互我得到啥物款的祝福无？毋是伫迄个所在怨叹。所以苦难是操练一个信徒、一个门徒、一个较升级的意思，互你关到各一个程度的内底。伊讲要听上帝呼召的人，意思是讲，若有听上帝人呼召的人，就放伫上帝的这个列理的内底。因为应允就是要上帝的儿女，毋是所有的人哦。上帝万事到头来，要听上帝的人，要上帝呼召的人。意思是上帝设计这个事，是你这个人有甲上帝产生关系，你有结连伫上帝，
然后讲按照伊的旨意，伫咱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是上帝所应允的，为着要成就伊的目的。所以咱若是要讲一个人，伊的灵性会达到高峰，一个人安尼，伊行伫信仰的道路坎坎坷坷，啊，跋倒退，差伫倒位呢？较毋是讲你读偌济圣经，啊，你参加偌济聚会，是因为你拄着苦难挑战的时阵，你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你有领受到上帝的气力来赢过遐个无？啊，所以咱定讲一句讲，能者多劳，有气力的人做较济代志。有愿意的人服侍较多，这拢毋是一个普普的话，是因为你有看上帝的旨意做要紧，所以你就伫迄个所在经历一再进步，一再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所以兄弟姊妹，咱通过这课程要学习什么呢？咱当拄着困难困境的时阵，咱就学习耶稣，伊同款回应这困难就对啦。第一，就是记得上帝计划是好的。当你有这个信念的时阵，你发生人的挫折，包括你工作拄着困难，包括你身体拄着欠安，包括你拄着家庭的侪啊，你无预料到的事，你若是想到上帝的计划，你就知影要怎甲上帝求，要怎甲上帝问，然后学习喜乐甲谢恩就对了。还要感谢，咱基督徒有一个足特殊的态度呢。咱拢知影讲人啊，拄着困难当然是加减怨叹啦，埋怨啦，啊，侪的苦拢讲出来。但是咱一个足重要基督徒的态度讲，你愈拄着困难咯，你愈唔通怨叹，你要讲上帝啊，我感谢你，你看我的气，互我拄着即款困难。啊，讲毋是咧讲屁啊，是知影讲主啊，你有啥物好的旨意要互我得到这个？你要互我得到啥物福气？哪会互我拄着这个困难？当你这款态度的时阵，你会发觉迄个困难都无搁再是困难，因为你拢伫上帝计划内面，你用感恩做开始啊！啊，所以保罗才会讲叫咱凡事用感谢，凡事感谢，毋是一个表面的事，知影讲主伫我身上伊有特别的意思，伊看重我，互我拄着即款的境遇，过来是拒绝放弃啦，毋通轻当啊！都放弃啊！服侍拄着困难，啊，就甲放弃啊！啊，是咱人生有拄着什么艰难，啊，就放弃啊！啊，这是咱基督徒的差别，好甲歹差别上大的所在。第二是咱伫试探中，咱都要讲苦难吼，过来是试探。马丁路德安尼讲，试探是我正生的路的一个鞭策者，意思试探是互你拣，互你选择袂甲啊，苦难是来啊咧，啊，试探是互你拣。所以上帝用试探来帮助咱成长。每一摆你爱选择讲，当我做好，啊，而且无犯罪，你就会伫基督徒的品格中成长。兄弟姊妹，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培养迄个圣性的果子。啊，真趣味就是讲，若讲要培养圣性的果子，应该是拢是正面的啊，是我爱的啊。我要安尼，上帝给我安排安尼；啊，我要当上帝就给我当；啊，我要使上帝给我使。啊，毋则是甲我培养，毋是呢？上帝常常是用负面的、用反面的，上帝上无爱互你啦。啊，这点都是在互你培养圣性的果子。所以正好相反的是，有时讲啊，我最好咱富强教会大家拢我对我拢足好，大家斗阵足快乐，无困难。啊，无真奇怪，上帝就安排一个互你看到安尼足袂好的人，甲你做伙同工，你敢知影？雕工，互你伫迄个困境的中间去超越上帝。所以正好相反的意思是，毋是逐项拢照你的意思啦。啊，所以这也是咱信仰的关键，你要升级的关键，因为你逐项拢要照你的需要，迄等于是你照家己的意志嘛，毋是考虑着别人嘛。啊，所以兄弟姊妹，品格，咱基督徒的品格建立是包括着决定哦，你要选择哦。啊，所以试探常常会互你做选择，到底是去东较好，还是去西较好？到底这个投资我爱放落去免？哇，这个利润足好呢，到底爱甲投资了免？
哇，真侪代志是要互你选择，但是你到底有看出讲这是一个试探无？有时咱人生拄着伫圣经的中间有4种迄个试探的步调，咱要安怎去面对？啊，你若行会过，你的人生的成长就更较差一个。第一个就是咱人拢袂当避免的，就是你有这个欲念啦。人若无欲念，你就袂贪袂取啊嘛。人若无欲念，就袂犯罪啊嘛。但是欲念有时是正面的哦，比如讲，我有想要成长，我要锻炼我的体格，互较勇，我就认真去走，认真去运动，认真去打拼。我有想要考到一个好的学校，我就认真去读册，这嘛是欲念的一种哦。但是有时欲念是一种犯罪的欲念。啊，你在引诱的时候，你无遐尼明显，你想讲啊，无啥代志，凊彩应该不要紧啊，行落去就变作是犯罪。第二，咱会怀疑。意思讲，咱拄着这试探有第2种是会怀疑，伊会想讲，哎呀，撒旦会甲你讲啊，无遐厉害啦，食这苹果吼，食这粒鲜肉果不要紧啦，食看嘛呢，足甜的啦，吼，有这种甲你安尼讲啊，足云淡风轻，无要紧。啊，你想讲啊，上帝敢真正遐尼歹？啊，上帝敢真正对罪遐尼啊严格？啊，魔鬼用这步，互你放松你的提防的心就对了吼。啊，所以呢，魔鬼搁一项足够，就是伊会甲你讲白贼，半真半假。啊，你讲啊，这对啦，其实毋是上帝的话，是用半真半假的话来代替上帝的话。最后一项是甚物呢？无顺服。你骄傲是讲，我绝对无可能啦，无可能绊倒，无可能失败。你降服伫有限，相信撒旦的白贼。啊，所以这一项，伫咧甲咱讲，伫圣经中间，你会面对，甲咱讲着，咱会面对这4项。你有欲念，你会怀疑，你会受欺骗，你会无顺服，这个拢是伫咱拄着试探的时阵所当着的。啊，那安尼，咱要安怎赢过试探？圣经互咱真好的教示，有真好见则太赢试探。意思阮头前拄到的，就是咱人生袂当避免的这款试探。但是要安怎赢过呢？第一项讲爱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咱真侪人讲啊，绝对我会堪一啊，用我的意志要甲伊战，其实毋是。你会转移，你袂通甲伊抵抗。因人吼就是安尼铁起。当你有这个欲念、有这个引诱的时候，你会转位别位去，唔通甲伊对抗。讲无人我试看嘛，绝对无可能啦，绝对袂跋倒啦。啊，所以呢，你转移你的兴趣，啊，你转移一个环境，转移离开迄个现场，迄就是赢过试探的第一步。意思是，咱逐个人拢无法当避免试探哦，但是你唔通甲伊对抗，因为迄魔鬼伫后壁吼。设足侪活道要互你啦，但是你讲啊，安尼这个毋是我缀转的条，我刷开就好啊。用转移注意力，你就会当赢过这个试探。第二，你需要一群好的朋友，也是小组，你要一群同工来帮衬你就对了。所以你需要别人的帮衬，因为有一寡试探需要同伴帮衬才会当克服。啊，当然你爱坦白甲伊讲，我。拄着即款代志吼，我惊赢袂过，你替我祈祷。啊，所以这是足知己的，是足疼，甲你相同心的啊，这个朋友也是啊，大道的朋友，啊，你才能赢过，用祈祷鼓励，甚至甲你督促。啊，所以咱要赢过试探，有一群属灵的朋友是足重要、足宝贵的。咱只但以理甲伊的朋友做伙伫王宫内底，拄着真多试探嘛。但是伊互相激励、互相帮衬，赢过遮个。第三，真坦白，就是咱来抵挡魔鬼。因为若无有基督的帮衬啊，你想讲啊，我单打独斗吼，我单兵甲伊拼，毋通安尼，你绝对输。所以你就爱有耶稣基督的保护，你是要有救恩的头盔，咱的心思意念爱有耶稣基督的话充满，你才会堪一，毋通靠家己的血气甲魔鬼战。
啊，所以咱知影讲爱用上帝话啦，来当做甲撒旦争战的武器，这真重要。所以为何咱伫这个在报告的时阵，教咱背圣经呢？有时背读圣经吼，你想讲我都加一句经赞啊听，事实是要互上帝话拢充满伫你的心灵内底。当你拄着试探，当你魔鬼咧搅扰你的时阵，迄个上帝话就发生功用，成做武器。啊，所以咱会记哩一项吼，基督徒这个概念足重要，就是毋通甲魔鬼迄个啥争论就对啦。你要甲伊争，要甲伊拼，啊要甲伊争甲赢，毋通，因为魔鬼比你较敖，你辩论辩输伊就对啦。伊会用足侪安尼似是而非，用足侪安尼甜言蜜语，互你讲啊，这不要紧啦，做你啦，安尼。啊，所以呢，无论是逻辑啦，是理论你要甲魔鬼吓惊拢无效。你毋通用人的思维来辩，你用上帝话就好。上帝话就好。耶稣对伫伊要赶出撒旦的时阵，伊讲撒旦提去，伊无讲伫改正改变，撒旦提去用官兵。啊，所以若有机会，咱读真多的经节，有背圣经节，就是拍赢试探上好的武器。兄弟姊妹，搁一项拄则咱嘛有讲，甲头前讲的类似，就是咱会承认咱家己的弱点，承认咱的弱点就对啦。因为上帝警告咱毋通自高嘛，拄则咱就经常讲，毋通我掠做我徛会知，安尼稳当当安尼，因为这是颠倒是去遭受着苦难的一个处境。因为咱该自高的时阵，咱就感觉讲，哇，我无问题啦，我绝对赢会过啦，靠人的意志力啦，伤过自信，所以毋通放散迄个境界，掠做家己会当免于试探。当然。咱伫基督文内底讲，互阮无入伫刺，对无？咱甲主求，但是上帝有时伊互咱得到刺，是要互你更较进步，互你更较成长。兄弟姊妹，咱最后一项要讲的是甚物呢？整个基督徒的成长绝对无速成的，无迄个速食的就对啦，无迄个麦当劳，嘛无迄个 7-Eleven， 就是一个。稳重一步一步的路径，咱毋通要求速成就对。基督徒的成长，所以毋则讲你初信，你安尼信了，就安尼一了百了，毋是啊，是你要一步一步。你对细汉就是基督徒，你嘛是一生拢得爱行伫即个进步中间所以万物成熟是无有捷径的兄弟姊妹，请会记得，咱为着家己的成长。速度，你会讲那会较进步，求要进步，但是上帝较关心是你是你的强度。你意思是讲我毋是要求速成的，我是要求我的质就对啦。基督徒的质若有够，你才会堪得底当试探，你才会堪得底当着苦难。所以毋通求速成。第二，上帝对永恒的角度、甲意义来查看咱的生命。意思讲上帝是看你一生的，因为你这个生命是要达到伫我一生结束要到天国的，所以你的课程是一步一步，毋是到就停啊。也说讲我领到票就无要插毋是啊，是永恒的角度，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若要讲上帝伫这方面，伊绝对袂安尼赶紧，伊袂赶紧，伊会爱你一步一步。所以兄弟姊妹，咱透过这个事来学习。因为学习完全亲像主耶稣基督，这是需要一生的日子啦。所以咱若是有这个态度，你就知影讲是为何牧师会招咱来参加查经班，会参加请你参加小组来参加文道课程，因为这里是一生的功课啊，都毋是我今日读了毕业书包甲等的讲我甲毕业证书挂到壁，安就完成，无啦，是一生的功课。所以这个旅程，咱有讲过啊。咱头前迄3个阶段，人生的目的，第一是啥物？敬拜。你相信就是敬拜的一部分。你有归属，参加团契，互相交陪。第三，你透过文道训练来做改变，这个拢是你接受成长的一部分。当然啦，咱讲成长都爱遐尼久。第一是咱是一个进度真慢的学生啦。
吼，咱毋是种智商180迄款的学生呢，咱是爱一步一步学习，有时袂记佫定来，袂记佫定来。你知影讲，迄个咧弹琴的学生，也是讲咧运动的学生，遐运动员，伊都一直训练，一直训练，拢袂使有差错啊。毋对佫定来，毋对佫定来。啊，所以反复的操练是基督徒一个足重要的功课。第二，你要除去迄个老的我，一直爱甲洗除就对啦。上帝伊有赏赐咱新生命，但是咱绝对毋通疏忽讲，咱还佫有迄个老的性质，有老的习惯、老的模式、老的方法、老的态度。啊，所以毋则有人咧甲咱讲恁长老教会吼，佫长佫老，是安尼讲咧？就是讲时代变化遐大，你还佫照100多年前长老教会模式，无怪对人袂对啊。佫长佫老吼，毋通互人诚做负面，是佫长佫老佫新佫活。咱爱会晓看见圣经的真理，袂互我的习惯，袂互我的传统所束缚。第三项是，咱有时真惊谦卑面对家己的真相啦吼。我家己软弱无够，有时会感觉会惊吓，请你免客气。互上帝的真理的光来照咱的过错、失败甲困扰，你毋通闪避，你的软弱甲破碎，才会当定心面对，你才能得到新的开展。第四是成长难免有痛苦甲惊吓，会有这款的事啦。咱若无愿意成长，你就袂艰苦啊。敢毋通讲一个运动员吼惊艰苦也要进步，哪有可能呢？经过操练，一再操练，所以成长的路上越较有改变。改变的过程有惊吓甲失落，失落就有艰苦。伊简单讲就是讲走出舒适圈啦。像咱有真侪会友为家己有一个自我的挑战，比如讲我要来去爬山，较早毋捌爬嘅，我即摆来爬看觅咧。咱有诶兄弟足爱环岛，有无吼？我要骑脚踏车环岛，也是用行路环岛。咱有一段时间做者青年吼，伊行路而且身躯早无偌济钱哦，试过去甲人拜托，甲人打工，为着要训练伊家己。嘛有真侪企业家专家走去戈壁沙漠，为着要超越家己安尼。意思是讲，你若要舒适吼，拢毋免拄着挑战，拢袂要紧。但是你若要成长，你都爱接受操练，你要行出这个舒适圈啦。搁像，咱只习惯需要时间去培养。习惯袂讲今仔日买，明仔就有啊啦，无啦。习惯就是一再磨，一再磨所以品格是所有习惯的总和。什么意思呢？我今日我有这个个性。我今日我有这个态度，我今日我有这款的人风格，就是你习惯养成的。各人拢无共款。意思是讲无迄个马上养成的习惯，习惯是累积，就是以前安尼到现在拢安尼，现在叫做习惯吼。你今日变安尼，明仔再变安尼，都毋是习惯啊，就是长久这个好的习惯爱养成嘛。比方为人的作息时间足稳定的。哇！照时间食饭，照时间做工课，哇！这种习惯是好的习惯。建立品格的习惯，就是属灵的纪律就对了。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属灵的纪律。兄弟姊妹，咱成长毋通受急。你有无感觉到？有原爱相信上帝，你心情在做一工。人是讲改成无成长，其实上帝还佫伫你心中做工。伊咱对我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咧替你祈祷。第二，学习甲这个功课甲记落来。你有学习到啥？记录上帝对你的生命、你的人际关系、甲这个教导，你有得到什么？你甲写起来。第三，你要耐心对待上帝甲家己。上帝时间表甲咱无相像啦。你要紧，上帝讲慢慢来。咱常常匆匆忙忙。但上帝毋是，上帝是按部就班。因咱知影看，上帝用80年来准备摩西，其中用40天放伫旷野。你就知影讲，上帝的时间甲咱的时间无共款。问题是讲，你要照家己的时间，你要塑成讲，上帝，你就甲我安尼，还是讲上帝，你伫我心中的旨意是甚物，我愿意顺服。最后毋通灰心啦，
唔通灰心，因为有冤敌，唔是上帝甲你否定，啊，唔通忍不住气就对啦。因为上帝你成长的过程中间，伊好像还未完工啦，伊还在做，所以继续进前。所以有一句话真有意思，伊讲瓜牛吼，若有毅力吼，伊嘛会爬上挪亚方舟就对啦。吼，啊若即个甲即个迄个龟兔赛跑共款，迄土啊吼，啊都无定性啊，走紧都无效咧。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做伙对家来得到一个肯定，就是你安怎经历苦难，但是你有法度能赢过苦难；你安怎经过引诱，但是上帝予你有智慧来做选择，赢过魔鬼的试探。啊，这是咱成长的第二阶段，更较要紧的是一个面对负面甲挑战所要拄到的。